識字有方法。我有小朋友拿着劍的樣子，我是第一人稱代詞，代表自己。這個字就是我。工有雙手握着工具幹活的畫面，工和工作做工有關，這個字就是工。左有一隻手伸出，大拇指和食指指向左邊，左表示方位，在東邊的對面以人面朝南為準，等左側方向，這個字就是左。中有釘子釘在木板中間，中字表示在中間的位置，這個字就是中。布有藍色的布搭在兩根木棍上，布字就像這樣，和布料的樣子有關，這個字就是布。總結：學會漢字，我工咗中部。